启示录第2章。你着写批予以弗所的教会的天使讲，正像他7粒星，伫7支金灯台的中间得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所做，你的劳苦甲吞忍，我知你袂容忍歹人，你嘛捌考验自称使徒，其实毋是遐的人，看出因是白贼的。你有吞忍，捌为着我的名忍受艰苦，拢无野善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已经放杀你当初的疼，所以着记得你对倒位对落，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。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伊的所在煞开。不过，你也有一项可取的事，就是你嘛甲我同款怨恨尼古拉党的所做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讲的话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因食上帝的乐园中迄丛活命树的果子。你着写批予士梅那的教会的天使讲，起头的甲煞尾的，是有过我迄位安尼讲。我知你的患难甲散车，其实你是好嘢。我知你有受到自称犹太人的人的诽谤，其实因毋是犹太人，是撒旦的集团。毋免惊，你得要受的苦难，你看，魔鬼得要将恁中间几若人关落监，甲恁考验，恁会受苦难10日，你着尽忠到死。我会赐你活命的花冠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讲的话。得胜的人绝对袂受到第2遍死的灾害。你着写批予别加摩的教会的天使讲，有啥面来会见迄位安尼讲。我知你住伫倒位，就是有撒旦的座位遐。你有坚守我的名，甚至我忠实的见证人安提帕伫恁中间，就是撒旦住的所在。受杀害的时，你嘛无否认对我的信仰。毋过，我有几若项代志要甲你责备，因为伫你遐有人接受巴兰的教师。这个巴兰有甲巴勒去引诱以色列的子孙，互因食祭偶像的物，搁行奸淫，亲像安尼。你遐嘛有人接受尼古拉党的教师，所以着悔改。若无，我脸边会到你遐，用我喙内的剑甲因交战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讲的话。得胜的人，我要将保存起来的玛纳予伊，搁要予伊一块白石。石的顶面有写新的名，这个名领受的人以外，无人捌。你着写批予吹哑吹力的教会的天使讲，上帝的囝就是目睭亲像火焰，脚亲像光亮的灯，迄位安尼讲。我知你的所做，你的疼、信心、服侍甲吞忍。搁在你最近的所做，比起头的较好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用阮自称做先知的妇人人亚西别，伊假使搁迷惑我的奴仆去犯奸淫，搁食祭偶像的物。我有予伊时间通悔改，毋过伊毋肯悔改，离开淫行。看。我要予伊艰苦倒床，也会甲伊犯奸淫的人，若无悔改，停止因甲伊的淫行，我嘛要予因受大苦难。我要杀死遐个缀伊的人，
安尼，隆重的教会就会知我是监察人的心思意念的。我要照恁逐个人的所做，甲恁报应。总是，恁遮的其他的吹雅吹辣人，恁无受即款教导，毋捌所谓撒旦的恶弊的人，我甲恁讲，我袂加添别款的重担互恁。毋过，恁着坚守恁已经有的，直到我来。得胜，搁继续为着我做工到落尾的人，我要互伊官兵通治理万国，伊要用铁拐治理因，亲像讲喙归去。我嘛有安尼对我的爸领受官兵。得胜的人，我嘛要互伊起名星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讲的话。